智慧引領未來 ，AI 全面滲透東南亞交通網，越南轉型面臨三大壁壘。人工智能 AI 浪潮正為越南以至整個東南亞嘅交通運輸同物流體系帶來深遠嘅結構性變革。現時河內已部署超1800個 AI 交通鏡頭，新加坡利用 AI 預測公共交通網絡運行狀態，雅加達則透過 AI 喺水浸期間導航分流。數據顯示，河內引進 AI 調度方案後，試點路段嘅通勤時間大幅縮短31%，同時車流量承載力提升咗13%。AI 亦成為優化充電樁佈局、管理電池嘅核心工具，全面助推區域內多國實現2050至2060年嘅淨零碳排 （Net Zero） 目標。但專家示警，越南全面普及 AI 正面臨三大挑戰：跨部門數據碎片化、區域間技術發展失衡，以及 IoT 基礎設施高昂嘅投入成本。行業建議，官方需加速構建國家級整合數據平台，並針對無人駕駛等全新交通模式，擴大政策沙盒 （Sandbox） 試點。想了解更多，即時聯絡我。